第11章，有一个患病的人，名叫纳撒路，踮伫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甲伊的大姊马大的乡舍。这个玛利亚就是迄个用芳油抹主，搁用头毛拭伊的骹。患病的纳撒路是伊的兄弟，伊姊妹两个人就找人去见耶稣讲：主啊，你所疼的人破病啦。耶稣听见就讲：这个病未到得死，就是为上帝的荣耀，互上帝的囝因为安尼得到荣耀。耶稣平素疼马大甲伊的小妹，搁纳撒路。听见纳撒路破病，就伫所店的所在游园店2日，然后对学生讲：咱搁去犹太。学生讲：rab比，犹太人近来要摕石头钉你，你还要去遐吗？耶稣应讲：白日毋是有12小时吗？人伫白日行路就袂到跋倒，因为看见这个世上的光，若伫黑暗暝行路就的确跋倒，因为伊无有光。耶稣讲这个话，最后对因讲：我的朋友纳撒路困了，我去叫醒伊。学生讲：主啊，伊若是困，就的确好。耶稣这个话是指着伊死讲的，因却掠做讲照常困啊。耶稣就明明会甲因讲：纳撒路死了，我无伫遐就欢喜，这是为恁的缘故，通互恁相信。现今咱通去伊遐，多马搁称作低头马，就对遐个当做学生的讲：咱也去，甲伊3甲4吧。耶稣到了，就知纳撒路伫坟墓内已经4日了。伯大尼离开耶路撒冷无远，约有6里路。有一寡犹太人来看马大甲玛利亚，要为因的兄弟安慰因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伊。玛利亚却游园坐伫家内。马大对耶稣讲：主啊，你若早伫遮，我的兄弟的确袂死。就是现在，我也知影，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也的确赐予你。耶稣讲：你的兄弟的确搁活。马大讲：我知伫末日搁活的时阵，伊的确搁活。耶稣对伊讲：搁活在伫我，活命也在伫我。信我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的确搁活。凡若活地信我的人，的确永远袂死。你信这个话吗？马大讲：主啊，是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，就是迄个得要临到世界。马大讲这个话，就倒去暗暗叫伊的小妹玛利亚讲：先生来了，叫你。玛利亚听见，就赶紧起来，到耶稣迄位。迄时耶稣还未入乡舍，游园伫马大迎接伊的所在。遐个甲玛利亚伫家内安慰伊的犹太人，看见伊赶紧起来出去，就缀伊，掠做玛利亚要去坟墓迄位去哭。玛利亚到耶稣迄位，看见伊，就趴伫伊骹前，讲：主啊，你若早伫遮，我的兄弟的确袂死。
耶稣看见以后，佮看见甲伊同来的犹太人也好，就心内悲哀吐气，佮真忧愁，就讲：恁将伊安放伫倒落？因讲：请主来看。耶稣好了。犹太人就讲：你看伊疼这个人是何等的恳切。其中有人讲：伊既然开青面的目睭，减袂话互这个人无死吗？耶稣搁心内悲叹，来到坟墓前，迄个墓是一个洞，有一块石头塌着。耶稣讲：恁将迄个石头刷开。迄个死人的大子马大对伊讲：主啊，伊现在的确是臭了，因为伊死了已经4日。耶稣讲：我毋是对你讲过，若信就的确看见上帝的荣耀吗？因就将石头刷开。耶稣举目天讲：爸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你常常听我。总是我讲这个话，是为周围徛地的众人，互因信你找我来。讲了这个话，就大声喊叫讲：拿撒勒出来！迄个死人就出来，手骹绑着布，面包手巾。耶稣对因讲：透开，互伊行。遐会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，看见耶稣所做的事，就侪有信伊的。总是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，将耶稣所做的事甲因讲。祭司长甲法利赛人组织公会，讲：这个人行一寡新约，咱怎样办呢？若是安尼出在伊，人拢要信伊。罗马人也要来抢咱的土地，甲咱的百姓。内中有一个人，名叫该亚法，本年做大祭司，对因讲：恁毋知影什么？独无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就是恁的益处。伊这个话毋是出伫家己，是因为伊本年做大祭司，所以有言耶稣得要替一国的人死，也不但替一国死，并要将上帝四线的子民拢组织归一。对迄日起，因就议论要抬耶稣，所以耶稣无搁显然行伫犹太人的中间，就离开迄位，去瓦郡旷野的所在，到一座城，名叫以法莲，就伫遐甲学生三角店。犹太人的愈越做近啦，有真侪人对乡下上耶路撒冷去，要伫做前清气家己。因就找耶稣，徛伫殿内彼此讲：恁的意思怎样？伊无来嫁罪吗？迄时祭司长甲法利赛人早已经吩咐讲：若有人知影耶稣伫倒落，就着报名，通去掠伊。